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一直致力發展幼兒藝術，我哋鼓勵幼兒以唔同嘅生活體驗，例如寫生、參觀考察、科學探索、藝術家專訪及訪談，點解你繼續嚟食嘅？好食㗎嘛！以及五感及親身體驗等等，通過美術及文藝活動發展兒童嘅創造性思維。而今年我哋都會繼續舉辦專屬幼兒嘅藝術展，展示獨一無二嘅作品。咁喺邊度睇啊？我追 CCMC 咯。留住，就係我哋嘅。